今日同大家介紹位於屯門恩寶路8號嘅 Loveland， 發展商係新鴻基，實用面積由213尺到1528尺，涵蓋開放式單位至4房單位，合共提供4585個單位，更提供88項設施供住戶使用。上去睇樓之前，我哋可以見到位於大門前就係我哋嘅巴士站啦，有多條巴士路線俾大家出入港九新界，都可以乘坐 K54、K54A 專線巴士接駁到兆康站，或者坐50M 到屯門站，都可以轉乘屯馬線。大家想了解更多巴士嘅路線，可以向巴士公司查詢。咁而家就帶大家睇睇一間 2B 期極高樓層嘅兩房單位。實用面積448尺，呢度暫停一下先。可以見到中央係我哋嘅客飯廳，兩邊會係睡房，左邊會係個廁所。咁先帶大家睇睇個廚房先啦。開放式嘅設計，電磁爐煮食。而家我哋行入廁所，廁所會採用乾濕分離設計，可以維持地面嘅乾燥，避免潮濕發毛，仲可以減少跣親嘅風險啊！呢邊仲有一道門可以穿返出主人房，可以見到出邊都有個小陽台，行返出廳都有個陽台㗎，個景色啊都好開揚喎。我哋嚟到第二間房，梗係會細少少啦，但間房四四方方都幾實用㗎。我哋而家離開單位，嚟到 Lovel Walk。呢個商場會係 Loveland 自設嘅商場，入面多元化，有唔少人氣連鎖餐廳，仲有大型超市，為大家雲集咗新鮮食品、美食、家居好物等等。可以話一落樓啊，就滿足到大家嘅需要啦。Loveland 嘅小學校網會係70區，中學校網會係屯門區。有啲咩屯門區嘅樓盤想了解，留言話俾我哋知啦。